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指挥中心宣布，对2开始开放6个月到5岁囡仔通好注保第二疫苗。另外，对2开始50岁以上民众会通注第4弹。因为天气热，用电量增加，出现历史新高，有4011万瓦。气象局预测，这个礼拜时阵可能出现今年上高温到38度。统一宣布要来买。家乐福60%的股份，若准通过，国内2大贩卖业者可能影响到物件买的价格。节目一开始，先来关心到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日增加26943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02人，死亡个案有57个。另外，指挥中心宣布，对7月1开始开放6个月到5岁囡仔会当注幼囡仔的莫德纳疫苗，也若2开始咧开放50岁以上民众注第4弹。不过，这第3弹甲第4弹之间，尚无爱等5个月以上。医院由新冠疫苗引注了，疫情指挥中心宣布，21开始6个月到5岁囡仔引注幼儿型的莫德纳疫苗，地方政府应看量能安排，让父母带囡仔到病院、幼儿园或者是托婴中心来注。在美国、在欧盟，这个莫德纳都已经在开打，那也知道它的副作用，有效性的保护是很好。另外，因应边境慢慢开放，为防止新病疫毒对国内防疫造成冲击，指挥中心也宣布，22开始第4剂疫苗注射对象为原本65岁以上，下像年岁到50岁以上大人，按过要甲第3剂计5个月。主要我们就参考了美国他们的一个做法哈，他们也是在50岁以上啊，就是可以让民众啊只是打这个第2次的追加剂。另外，桃园市长郑文灿、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伫食饭的时阵，每一道敬酒无挂嘴罨，违反防疫规定，互卫生局罚3000。指挥中心承认，为了讨论每一道敬酒是不是免挂嘴罨，不过目前还未开放。营业的餐饮业，那不可以逐桌敬酒。好，那这个部分，目前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检讨风险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再做开放。在新冠本土疫情方面，20增加26943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02例，死亡有57例。进行验出国内第1例 BA.5 社区感染本土个案，伊共大爸母的采检结果也出来，虽然高度怀疑是 BA.5 家庭群组，不过病毒量伤过低，无法度定数，所以未列入新增 BA.5 本土个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会当讲是炎天赤日头，各地头拢出现高温，甚至伫东部有超过38度。这款情形也即用电量大增加，下晡的用电高峰来到4001万瓦，打破历史纪录。台电强调，这供电量一切拢是正常的。受到这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拢是出日头的好天，东部超过38度，亲像花莲清水林道就38度半，花莲富源38度4，宜兰罗东也有38度2，西部也出现37度的高温。这天气一变热，大家拢开冷气。根据着台电资料，今下晡的用电量出现升悬，台电也讲目前拢是正常，这供应电是无问题。搜救人员伫水面来回敲找，高雄左营连地潭20下晡发生落水意外，变气船也浮伫遐。警方证实是1对1碰准课，生出来教练目前落落水失踪，还未找到。另外一个9岁查甫囡仔互人抢救上岸，不过送医救无回来。以教练蔡楠带易王姓学童上课，报案民众发现学童在鸭子船码头附近水面浮沉，赶紧报案，经119急救送医。为教练蔡楠仍失踪搜救中。另外，花莲秀林美仑溪头19位桃园来县长一家伙仔来遮佚佗，11岁甲8岁2个查某囡仔雄雄无细意落落深水区，43岁的爸爸无顾家己袂用游泳，冲入去内底救查某囝，到尾2个囡仔虽然救起来，爸爸也是渡水了后不幸死亡。爸爸2个小孩子，因为他是想去救2个小孩子，他那个2个小孩子就会游泳，可是爸爸不会游泳。现场患者其实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持续的给他 CPR， 然后尝试的给予气管内管及给予强心针进行急救。台南安平渔光岛月牙湾最近2个月也发生2件河水毒死的意外。水业专家表示，海边啊耍水的安全牵涉到
风影海楼，让气象局甲民间团体所开发的 App 拢有相关资讯。出发进前会当先做功课，溪边耍水有溪水顶悬暗流的风险，建议救生装备一定要坐专责落水。如果他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救生衣的穿着，或是祝福衣的穿着，那当然他就会降低到更低啊。如果你没有好的这个救生装备，那你可能在戏水的时候，你就不要涉足到比较深，超过腰部。超过你的膝部、超过你腰部的深度的深潭里面去做这个戏水的这个动作。学者强调，地方政府的网页拢有公告危险水系，耍水地点现场原来有告示牌警告，喝水都市以外，无应该拢讲是政府机关的责任。其实民众会当先做功课，家己选择，唔通铁气疏忽，无顾家己性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寒天时出现寒流，一个天气伤过热，小空气就出现一个热流。根据着卫福部统计，去年7月因为这上海潮沙，去互医生看的有423人次。今年7月统计到单，已经有367人次咯。气象局也预测讲，这个拜六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将有可能会出现今年的上高温，类似外国热流的这款的极端高温，来到37度、38度。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补充水分，若准有糖尿病民众，千万这水果唔通食伤过甜的，避免身体欠水。天气小忽忽，受太平洋高压影响，22日2天各地高温会来到32度至35度，大台北、宜兰、台东地区甲花莲创国有机会超过36度。气象局表示，拜六、大暑甲礼拜日会是上介热的2天，有可能出现今年的上高温。未来一周高温在北部红色的线可以看到，基本上都在35度以上，特别是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可能会来到37度甚至38度的高温，要特别留意这种局部高温的现象，留意这个热伤害。气象局表示，2到后礼拜日，台湾有机会出现类似受影的极端高温，要注意热伤害。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7月份因为热伤害看诊的，计共有423人次。今年7月到7月19的数字已经来到367人次。营养师提醒，血糖比较较悬或者是糖尿病患者，是潮沙脱水的高风险族群，要特别注意。咱若天气热，咱可能就会食足侪水果，水分较侪水果，像西瓜啦，这些物件，你血糖压起来，其实你对你来讲，你的身躯内面的水分浓度会较悬，其实嘛对身躯是一个伤害。医师表示，高血糖会互血管内底欠水，久来身体就会脱水，失去调节体温的能力，引发各种热伤害症头。也提醒年岁较大、有慢性病、甲长期伫咧日头下做事的人，就要加补充水分。气象局表示，日开始呢，各地水汽会哪来哪少，只剩小可山区会有局部阵雨，高温爱到拜二才会溜溜降。各地有关侪云烧热，提醒民众要是爱注意热伤害。记者阿敏晶、郑派文台北报道。因为天气热，佮加上这饲料长的起价，市面上又佮伫咧欠卵啊。产地介绍含批发价拢是起2块，这卵一起价，这做胖做饼业者也伫咧考虑讲要来对咧起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目前国内鸡卵的供应量是真稳定的，只是讲这需求量增加，才会害价销一直起去。看到卵佮起价啊，来买卵的负责人怨叹讲。即马钱实在是愈来愈薄，得太多了。今天看电视说又要涨2块钱了，我们家庭主妇很有感呢。哦，这样子，一天带1000块，买了没几样菜就没了。卵的价格为20开始，佮要起价，产地价格为1斤40块半，起到42块半；大麦价格为1斤50块，起到52块。卵的价格佮创下新高，民众讲强要买袂落，有卖卵的反而讲卵的价格直直起，大麦价格唔敢起到52块。这压力敢会当家己吸收。不让它涨的话，它产地会说你不让我涨啊，那个饲料一直涨价，那我就减产就好了。我们也在追蛋，也很头痛。卖卵的反而讲，受到天气热，产量降低，加上养过热人是换老家母的时间点，供应袂符需求，卵起价，互民众是头壳摸咧烧。用卵用真伤的糕饼业者嘛受到真大的冲击。虽然离中秋还阁有个外月，不过卖糕仔饼的店头卵人数已经赶要包装出货，即嘛阁拄着卵起价，业者讲无起价实在是真困难。我们已经撑一段时间了啦，工资每年都在涨，然后原物现在近期原物料又真的涨得很凶。业者讲，包括米粉甲巴达，价格拢已经比英贵贵3成。
即马阁拄着软起价，按算甲因产品的介绍起1成至2成，若卖太阳饼的业者是选择继续观察，都惊若起价，人客全唔敢来买。你太高，他也不可能接受啊，是这样子啊，只能说自己要默默的承受一些。以前我们都是把蛋往北部调，那现在呢，我们最近调了7000箱，超过140万颗，像到屏东或者是东部。农委会表示，软的介绍由产销双方按市场的供应甲需求来决定。目前整体来讲，供应的状况算稳定。不过，国民旅游带动大量的需求，地区介绍大起。会要求业者持续调整卵的产销，来稳定供销的地区。不过，小连续起价起3届，民众的压力嘛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统一集团伫昨宣布讲要来召开记者会，内容是讲因要甲这大赔场家乐福买60%的股权，不过买落来也是要经过着这公平会同意审查通过才有机会。不过若总有通过，敢会影响到这介绍的竞争力？这是甲咱民众上界有牵连的，就是比较介绍一部分。点卖场大包小包买一大堆的物件，买物件除了爱方便以外，要安怎省钱袋啊，也是真要紧的代志。台湾大公司统一集团19要开290亿并购台湾家乐福，越做越大嘛，大应该会比较便宜吧。只是觉得说会不会进来的品牌啊，或者是平常用习惯的东西会没有，本来就是比较便宜。就突然变高，就是还是会想一下。原本就是家乐福大股东统一集团有4成股权，这摆只发向家乐福6成股权，交易完成了后，下卡统一企业会持股7成，统一超占3成，代表统一集团会投资台湾家乐福，摕到完整经营权。不过卖场合并爱国公平会点头，是毋是排除甲封锁共会市场，会是审查重点。垂直结合的部分。也就是说，未来有没有可能统一在受结合以后呢？透过这些不公平的供货契约条款来排除跟封锁供货市场跟这个通路市场之间的竞争，这是第一个大的重点。为生产甲销售，统一要补助量贩版图，布局全通路。伫这进前，全联也水平结合上千甲大润发，另外市场未来可能加做双强对决。若并购案一直发生，市场会加做独占，对零售业竞争力，甲对消费者各有什么款的影响呢？在收购的时候，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件事情，除了价格是业者自己会去关心的事情，而对消费者来讲会关心的事情是，它还是不是以前的家乐福？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它还是以前的家乐福，卖的东西也差不多，所以对于那个整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专家透露，是不是因为并购影响原来介绍或者是商品品质，爱去观察。不过，若通过一种特定集团，会对潜在进出者进入市场蹲关中介，或者甲专家拢认为有产品特殊性甲服务差异性，才能伫原来局面出现突破性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美军驱逐舰班福特号呢，昨有通过台湾海峡，表示美国对印太安全有照片照行。不过，中国认为美国是伫咧故意制造台海风险。另外，早起咧，总统蔡英文有接见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比尔也呼吁中国就要停止对台湾的威胁。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新闻稿讲，有一只波克级的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19这天通过台湾海峡，声明表示讲，这边的自由航行的任务表明美方对印太地区的隐视，因为班福特号16只入去到南沙，研判应该是为南平向北平探过台湾海峡。通过台湾海峡北驶期间，国军全程掌握我周边海空域的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班福特号通过台湾海峡，共军东部战区发言人19这天表示讲，全程拢有跟踪甲警戒，批评美国伊安尼定定咧挑战、创手、制造台海的风险。不二个平面媒体的报道嘛讲，中共山东号防空母舰19这天互记录到现身伫个台海中线以西。南下通过金门外海，亲像是互这个西南边空域咧酷射美国空军 RC-135锁定着目标。中美这两只军舰是毋是有可能伫个短时间内请瓦达来做武力？
we admonish China not to destroy Taiwan's blessing, but to take an active and constructive part in maintaining and securing the current status quo based on mutual and respectful dialogue. 总统蔡英文伫个27天早起接见欧洲议会副议长比尔。比尔表示，欧洲对中国已经偷偷趋向单方向改变现状的做法，表示真严重的关切。强调未来敢若有台湾人会当来决定台湾人家己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提出强化台湾国防战略的建议，其中有一项就是建议台湾的少年查甫查某尚无爱做兵1年，引起民众讨论。总统府表示尊重艾斯培意见，针对查甫查某爱做兵是无来评论。不过有学者认为讲，照这国军现有的训练量是无法度消化1年12万以上的查甫兵啊。To have young Taiwanese boys and girls serve at least 1 year, if not longer, in their nation's military. 面对强军攻台威胁，台湾要安怎强化国防战略？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提出，台湾少年男性、女性拢爱做兵，至少服役1年以上，也将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强化后备军人的动员能力，引起国内讨论。我应该是不会，因为男生跟女生体力本来就有点落差，不太需要，可能男生可以吧。我蛮支持的，因为就是台湾是大家一起的。国人对查甫查某做兵考虑体能无同的差别支持度无悬，不过亲像以色列同款国土面积小，加四周围国家关系复杂，都是指全民拢爱做兵，大部分伫18岁就会登入入伍，全民基础抗敌精神。The army is not only a place to fight and stuff like this. It's a place where you learn about yourself. It's a place where, but that's why I believe I can do best to help the country and just be who I am. 有学者是讲，台湾的情形无法度甲以色列相比拼。艾斯培的建议脱离现实，国军现阶段确实有需要加强的部分，不过战力会当讲是20年来上强的。领作部大幅度裁减，即马16万外的志愿役人力，以国军即马的训练量，当年都要消化12至16万的义务役男女士兵，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任务。基本上没有足够的训练场地，让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训练。在营区里面的人无法受到良好的训练，在营区外面的人也因为苦等当兵，没办法进行他自己的生涯规划。总统府表示，尊重艾斯培的意见，对查甫查某拢做兵无评论。立法院民进党团是指出，美国甲各界的建议，国防部拢会参考，并做整体规划甲考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议院19通过晶片法案，讲会提供予美国半导体产业美金520亿的补贴，不过也限制一寡半导体产业袂当去到中国市场，这样予美中的竞争规会看明显。当日访问南韩的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表示，美国拢靠台积电的晶片，颠倒予韩国的晶片制造量能呢，更较重要。这款的话背书是讲，无想要予台湾的晶片产业吃死。美国参议院19定数性表决通过晶片法，和这项延前年外的法案有进展。草案会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超过510亿美金的补贴，加税务优惠。不过，若企业得到补助，伫美国起工厂，未来10年袂当扩大伫中国先进制停产能，扩容意味真高。If you want to create more good-paying jobs here at home, bring American jobs home. If you want to keep America strong and competitive in the 21st century, support the CHIPS Act today. I do believe the CHIPS thing i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of significant. 众议院甲参议院可能伫下礼拜通过最后版本的法案，互美中之间竞争更加白热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9访问南韩，呼吁中心调整全球贸易做法，搁一摆推动各国伫半导体等相关部件，减少拢靠中国。While working to address the real problems that have emerged, including unfair Chinese practices that damage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进前耶伦入会去南韩的中途，就表示，美国高度靠台积电，南韩这么大先进晶片制造产能都特别重要。伫参访韩国 LG 集团时阵，也一直懊恼，好亲想要帮韩国晶片减少靠台积电。LG Chem is actively considering establishing a cathode manufacturing pl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strengthen the battery supply chain. 一轮强调，伫盟友甲友好国之间实施友岸外包战略，重塑供应链的重要性，力求盟友阻止中国伫市场的支配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既然惊去互台湾的晶片产业食死死，咱台湾企业也惊去互这补助金白死死。美国的晶片法案爱企业伫美国甲中国之间选一个来徛。台湾的台积电伫美国、中国拢有厂区，另外联电伫中国厦门也有投资12寸的晶圆厂，目前是还未去到美国设厂。联电的营务董事长周兴成就认为讲，若准摕美国的补贴，别项投资就会受限制，会因为这寡钱害家己白卡白手。 像台湾的厂商没有需要补助的了，很多政府补助我们宁可不要，你不需要钱，你干嘛要补助呢？所以其实没有影响了。美国晶片法案对中国设置护栏条款，争议的大公司之一联电，和未来去美国投资去工厂会有真大变数。联电营务董事长周兴成已经低调表示，伊的发言无代表联电，不过伊个人认为讲对台湾半导体冲击无大。也若联电营务副董事长宣明持续批评讲。 法案的限制伤济，恐惊影响全球市场的布局。怎么突然变成那么集权了呢？硬要去分隔一块一块的话，这个降低了自己资源来源还有市场的限制。国内半导体厂去美国设厂的有台积电、甲环球晶，分别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甲德州。台积电开3600亿起5奈米厂，环球晶投资要1500亿起12寸晶圆厂。也若伫美国甲中国两个所在拢有设厂的，敢若有台积电。 去年7月份通过投审会审查，开卖800亿，扩建中国南京厂，提悬28奈米制程产量。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认为讲，美国的晶片法案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并不大。台积电就是目前在美国设厂哈，然后找日本投资，先进制程的部分，台积电还是。 主要都还是在台湾。学者认为讲，对台湾厂影响不大，但都是对韩国厂冲击是真大。特别是在三星的部分，在2012年以来到中国的一个投资，那总金额其实已经高达了258亿元。在西岸的部分，其实占整个三星它在 NAND Flash 的一个总产能高达了42.3%。学者表示，美国立法的目的真明确，就是要让企业选平徛，防止中国供应链崛起。 要让美国全球半导体地位徛复在，认为台积电用着拟甲三星等等半导体的大厂，未来全球的布局恐惊要面临重新规划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中东的访问行程了后，罗西亚的总统普京也开始进行海外访问。普京19伫咧和希兰加伊朗、土耳其的元首讨论叙利亚问题。那国际上上界关心的就是乌克兰战争咯。普京表示，乌克兰无遵守和平协议，甚至也讲有破关国家愿意来介入协调这款的战争问题。 Конеч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зависит, конечно, не от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а от желания договаривающихся сторон исполнять достигнут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Мы видим сегодня, что такого желания у киевских властей нет. 虽然甲伊朗、土耳其元首所讲的是叙利亚冲突甲开放乌克兰乌海国务出口。 不过，针对国际关心乌克兰战争的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加求拓行予乌克兰，讲做乌克兰无要履行3月所达成的和平协议，至少两国拢无进展。普京也伫电视访问当中讲，沙特阿拉伯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意介入协调乌俄战争，未来发展有待观察。 普京19进行2月以来头一遍的海外访问，伫德黑兰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伊朗也因为核子问题持续遭受国际制裁。反美国声明的哈米尼，伊是呼吁两国积极来合作对抗西方国家。俄罗斯甲伊朗的合作，原来表现伫叙利亚的问题。俄罗斯甲伊朗两国拢支持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政府，不过土耳其却支持叙利亚的反对势力，所以三方会谈的立场明显不同。 تنها راه برقراری ثبات و امنیت در مرزهای سوریه با کشورهای همسایه حضور پرقدرت ارتش این کشور در مرزها
و همکاری آن با دولت‌های پیرامونی است.这是俄罗斯2月24攻打乌克兰以来，普廷头一遍访问前苏联加盟国以外国家，选伫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中东访问的时机，原来安排真巧妙，希望借着安尼做对外宣示。虽然因为乌克兰战争遭受国际制裁，俄国也是会当甲盟国深化外交关系。华盛顿邮报是口说讲，俄国入侵乌克兰了后，敢若剩会当寻求伊朗支持的下场。普廷出国访问，颠倒凸显国际孤立的困境。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破产的斯里兰卡物件一直在起价，爱受人赞助的高级医保资金等于是无尿草啊！顶礼拜总统落台了后，国会20载去进行投票，落要由担任代理总统的维克瑞米辛赫来当选新总统。查某囡仔拜几日，底饭较菜，毋过甲以前无同是饭菜量变少，深陷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无法度进口原料、粮食甲药品才生活不足，通货膨胀率超过50%，无加起2倍。一般民众话食袂消，各国国家非政府组织资金的孤立院，因为资金话停，直接面临欠粮危机。We are currently facing a lot of problems with regard to the economic aspect, where there's not enough money to get the food that is required for the children to feed them, but we have been doing our very best with the limited amount of food that we have in this place. 经济恶化引起抗争，后前总统打贾帕克萨顶礼拜逃出国外。斯里兰卡国会19正式提名3名候选人，要去选总统。73岁代理总统威克瑞米辛赫以外，前国部长阿拉哈佩鲁马甲左翼领袖迪桑纳亚奇要拼关键。就伫国会正式提名进前，真侪抗民众伫克伦坡街路表达因对前总理威克瑞米辛赫的不满，因为伊若当选只是延续打贾帕克萨家族的统治。20国会投票选出新的领导人，由威克瑞米辛赫得到134票做总统，也负起中正这破产国家的重任，包含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详纾困方案。公司新闻王阿峰编译。伫咧西欧出现热流，一台对巴黎要去布鲁塞尔火车说是汹汹故障，掉伫咧半路停4点外钟。这车顶是无电无冷气，这旅客是坐伫内面袂输航路共款，热到要嗨起。伫法国的工人也讲，这伤过热，因做事是要制裁袂调。啊，那荷兰的民众是走去海边耍水，海边是人吵。火车汹汹响，警报声，车门开个关起来，乘客着急提推一直讲。这台为巴黎开往布鲁塞尔火车，礼拜2才拄离开巴黎，都无已经停落来。民众吊伫4点钟无冷气的车厢，温度愈来愈悬，甚至到45度。有人感觉身体无拄好，有人是气甲火车的窗仔门讲破，拢总700个乘客热甲挡袂调。啊，毋过过程中业者拢无通知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事后铁路公司坦白讲，是因为火烧风高温致使火车故障。另爱伫2头卡工作的建筑工人日子过啊歹过，火烧风为西向东过来，法国东部大城斯特拉斯堡这场目工选择伫透早提早工作。Pour l'instant, il fait plutôt bon parce que c'est le matin. Après, vu qu'on est sous la tuile, il est assez proche du toit là, donc ça va chauffer de plus en plus. Donc, on va bientôt suffoquer. 西澳地区火烧风的侵袭，荷兰嘛同款。礼拜2当地创下历史上上热的7月19，全国高温拢超过30度。东南部的马斯垂克是39度半，挡袂住民众拢走去海边耍水，海甲海沙堡出现人客人的情形。The temperature, I'm from Curacao, so I'm used to this, but I'm not used to the busyness, I think, the people, so it makes it way more hot and way more humid than it has to be, I think. We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like 25 degrees on our vacation, but yeah, this is... 34 or something. Yeah. That's a lot. It's hot. It's surprising. Yeah. 无正常的高温，互一寡人的生活拢受影响。伫荷兰连车路的点仔架都扬起，除了去海边耍水，不少人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吹冷气。布鲁塞尔免费开放博物馆，互65岁以上的长辈会当入去休困。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伫咧南非有一间酒馆咧，顶个月传出21名少年人集体死亡案件。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这死者的身躯内面拢出现甲醇，怀疑因是去食到这假酒。目前继续伫咧追查因的死亡原因。
伫这场集体丧礼，家属甲同学拢为过身的少年生命感觉悲伤。南非东开普省东伦敦市一间酒馆，6月2日发生21个人集体离奇死亡的惨剧，死者大部分是年纪13至17岁青少年。相关单位经过调查了后，已经排除酒精中毒还是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性，不过发现因的体内拢验出甲醇。Methanol has been detected in all the 21 individuals that was ther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progressive analysis of the levels of methanol. So we just have the qualitative result that says all 21 of them had methanol in their blood. 甲醇俗称工业酒精，虽然甲饮用酒的乙醇结构相同，不过对人体有剧毒，若是无细致食到，有可能失明甚至死亡。不过，伫一寡真差的非法所卖假酒内底，制造商往往会套滥这种较俗的甲醇，才通赚较济。南非21个死者是安怎会食到这种有剧毒的物质？体内甲醇的含量是不是会安尼无性命？犹太进一步查清楚。Did commit that we'll come back to this community and find out what can we do so that we don't experience the same encounter of what has happened. 案发地点酒馆业者甲员工因为涉嫌违法卖酒予18岁以下青少年，进前予人逮捕，目前已经交保。警方表示，听候查明事实真相了后，会要求触发的人负起刑事责任。这个案件也显示当地未成年啉酒的问题。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国内疫情渐渐稳定，加上休热，而且还有这旅游补助，真侪饭店的订单是接袂离，连代替的运输量也增加，这让变侪餐饮业会当加赚寡钱。不过有店家认为讲，只有观光地区的餐饮业者较有业绩，而且这经济部的餐饮倾销补助标准较悬，较歹申请，伫社区内面的业者，认为因无受到政府照顾。台北车头摆甲长乐路，毋过摆毋是买车票，是要买代替酒馆鱼便当。摕到1号付尾牌的民众，也是6点为桃园来的。你是哪里来的？第一个。酱白酱口味的。桃园来的。你桃园特别跑来哦。疫情当好，可多休热，真侪人拢赶紧出来佚佗，代替趁这个大季，甲地方政府合作推出适量便当，要带动消费，帮助当居民。这次各种便当不同餐厅都有我们在地在季当季的食材的一个搭配。代替去年6月7月受疫情甲3级警戒影响，平均积分量差不多14万人。今年同期疫情转好，佮配合7月各路补助的旅游潮，6月到即马平均积分量有38.2万。各路补助虽然有待交通等相关产业，不过对部分餐饮业者来讲，说真艰苦。现在餐饮业关得太多了，我们这个是小额的，还可以外送，可以支持。那你一般餐厅，我真的觉得有点难。因伫各路补助受惠的大部分是景点周边餐饮业者，社区店头完全无感觉。经济部到6月底餐饮行销补助要求按下行销风险，后袂少店头打翻酒气。不过店家虽然无奈补助砍占悬，因理解观光旅宿业损失佫较重。你就想他们的成本比我们高出10几倍，甚至上千倍，对吧？那补助他们多一点，有差吗？为帮助产业为疫情打击之下尽做各项补助，所因为补助方式无同，造成有人欢喜，有人爱烦。业者希望政府应考虑小店头的处境，和补助单纯化。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的蒋万安甲现任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拢批评，进前卫福部官员讲这绑架地区呢是防疫空芳，已经对因造成伤害了。针对着这款的风波，陈市长今仔日搁再甲民众会实的。更科技，更在地。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提出防疫甲医疗的政见，批评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甲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尤其民进党陈时中20要升庭，是去绑架梁山寺拜拜。蒋万安质疑英国卫福部官员失言，讲绑架是防疫空芳，伤害是真大。目前我们台湾的死亡人数达到8000多人，重症也是8000多人，而这样的警讯都是之前我们的前指挥官所留下来的烂摊子。所以绝对不是如指挥中心陈指挥官他们所说的是破口，我想这样的伤害已经造成。
但市长伫西门町大喊，即个毋若去龙山寺，前一天还阁有去大稻埕城隍庙，除了去信仰中心争取基层的支持，嘛针对瓜市府重要的政绩改变西区，那像有甲黄珊珊对起的意思，强调讲会伫个网家文化底伫基础之下，提出科技智慧城市的政策，伊嘛阁一改为防疫康方讲法来回事咧。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那有一些的言辞，恐怕用词不是很精确。那如果任何人因为这样有伤害，那我也必须要诚挚的道歉。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COVID-19 不是人跟人的斗争，也不是人跟人的战争，是人跟人在合作对抗病毒。那我想部长去也愿意这样说，当然是值得欣慰，但是可能有一些伤害是已经造成蛮久。北万华、中万华、南万华，我们3个区块不同的文化底蕴，我们都希望能够把它凸显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专案在处理。我们希望万华站起来之后，怎么样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会以无党籍参选的现任副市长黄珊珊，下晡嘛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视察成立了后头一届大型乐部的测点，希望让市民会当有加一个文化休闲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林经仁加民众党高虹安拢提出老人加囡仔的福利政见，不过民进党的沈慧虹就质疑讲，这寡政策的钱是要对倒来的。高虹安也批评沈慧虹做7年外的副市长，却无清楚行政院已经提出的儿童政策，这个选战的对决恐惊会愈来愈激烈。参选桃园市长的前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抄袭证据，小甲新竹市长选战，有中华大学董事长甲民进党新竹市议员新婚李远辉针对论文证据提告男婴甲病婴真事诽谤，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经仁认为这是专议焦点。我认为这件事还是要回归，让台大、中华2所大学来认定论文是否抄袭。至于其他延伸出来的案外案，都只是在转移焦点。另外，福利政策也是这场三卡都选战重点。林经仁发出增加中央敬老金为2000增加到3000块在内真侪项中备福利政见，民进党高虹安也延续郭台铭进前发出公托公有免抽考啊，甲林会甲6会国家市的政策方向。不过传出拄时期新竹市副市长的民进党沈慧虹进前受访时表示，赢取社会福利一个讲法，我要请其他候选人提出简笔规划说明在源，才袂随讲讲利益。这也引起双方交战。怎么会说是口说无凭呢？行政院推出了许多0到6岁国家帮你养、国家一起养这一类的政策。身为新竹副市长，担任了7年多，还不太清楚国家其实已经有相对应的政策在走。我昨天接受访问时，是针对国民党的市长参选人所提出的撒钱式的福利政见，认为应该要有更缜密的财源规划与计算说明。沈慧虹20早起举行记者会，召开家己的社群节目，是要强调网络世代选票。高虹安也是主打科技路线，早起是以智慧身份举行交通安全管理法公听会，下晡原定代表郭台铭参加宣明地新车发表会，所以因为身体无爽快临时取消。国民党林经仁是伫议员陪伴之下到贯穿社区拜访，稳固擒拿票仓。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诈骗案件是真多。广达电脑创办人林碧丽的太太也去互骗5000万。为着要抓到这诈骗，警方启动专案，伫12天内抓到上千个嫌犯，查扣上亿个金额。中央和各部会也合作，成立打击诈骗的国家队。伫各大科技场合，正在受到邀请参加。广达电脑创办人林碧丽，事业是一直扩大，也来因牵手，顶一日煞互骗5000万起。当伫落雨去互撞到，这个姓朱的嫌犯是林碧丽牵手因朋友，设局陷害，骗人投资境外资金，根本就是一场骗局。警察！跑掉！透过人面册铺假的引导的广告，约见面了后，甲民众软禁起来，甲讨价金铺仔摕来做人头口座，诈骗的手路是百款。中央启动抓诈骗的专案，12天内抓到免2000个嫌犯，扣押不法的金额有到亿外。我刚批核定增加14亿，要做这一方面的努力，打蛇打头，对情节情网，对不法组织都一定要追到底。为了强化抓诈骗的力量，中央下部会合作，
20成立掠诈骗的国家队，展开更加积极的作为。要做的代志，包括发1亿2000万条防诈骗的简讯，透过 AI 分析，用关键字等等的方式，伫科技的简讯发出去进前，互电信业者迄边提早甲查落来。按算每一年会当阻挡3000万条这种的简讯，而且甲5000个人头号码停掉，嘛会设立金融考察预警的机制来避战。我们期待在这个策略之下，我们可以达到4大目标：阻诈骗、挡金流、毁工具、清集团。这届包括内政部、金管会、法务部、甲 NCC 等等的单位，全体总动员，要来预防诈骗的案件渐渐发生。因为新形态犯罪模式手路一直变化，这个掠诈骗的国家队效果啥款，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德国免如来台湾打专利的官司，指控国内做车顶的公司地保涉嫌侵权，地保伫日审搁再拍败落，呼吁政府就要赶紧立法通过维修免责条款。针对着这个官司，消基会也呼吁政府爱伫合理，而且是保护专利期限了后，开放维修免责条款，互消费者会当选择要用什么款的零件来做维修。免如来台湾拍专利战，控告国内车顶大厂地保车顶设计侵权，地保伫日审也败诉。民众修理车以后恐惊无度选用较适合台湾济富厂产品。对民众来讲，车会对时间积久，修理车的时阵当然会考虑经济实惠。我觉得10年以内的车子大致用原厂的会比较好。那10年以上的话，可以用 OEM。台湾济汽车零组件物件税国上以换大顶做例，进口车原厂、副厂计小差4至5倍。以后修车厂假使无度使用副厂产品，民众敢来当去找原厂，毋是原厂私人的汽车修护厂，也可能面临倒店的危机。一样是可以调原厂的零件，只是说我们调原厂零件再给消费者，可能会变得很贵。那消费者都消费者付费啊。为了保全专利权，搁兼顾消费者权益，消基会呼吁政府应该伫合理保护专利期限了后，开放维修免责条款，让消费者选择维修零件权益。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包括一些汽车生产大国比方说德国也是把这个汽车维修免责的条款放在他们的法律当中。副厂生产人出来零配件，目的是为了要做维修的用途使用的时候，这个时候例外是可以允许，认为这样的情形是不侵害专利权。对消基会建议修法，增订维修免责相关条款，消保处回应，这部分应该是利益财产权对专利法规做整体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羽毛球公开赛今仔日当日拍32强，台湾的戴资颖、周天成、男子双打王哲林、韩志勇，拢拍入去前16强。其中戴资颖对决世界排名127名的乌克兰选手，只用22分钟就甲人拍败啊！球迷若喊戴资颖的名，若举手机咧翕。戴资颖经过4年，搁参加台北羽球公开赛，现场的球迷是真欢喜。戴资颖头一轮对阵目前世界排名第127，也就是18岁乌克兰选手布霍娃。当才开始比赛，手感袂歹，这球伫网仔头前大角度吊球，布霍娃敢若会当硬硬徛伫遐。双方的实力有明显的争差，戴资颖真紧以21分比5分拍赢头一局。第二局戴资颖线球判断精准，完全掌控对方球，搁拍倒转来落线，以20比7来到赛末点。敢若用22分钟拍入去16强，戴资颖照应过咧，一个比了就甲所有球迷说多谢。伊嘛注意到有袂少囡仔兄囡仔姐一直喊伊的名，特别可爱，就是他们的声音，因为可能就是会比较响，然后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可爱哦，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就会想要找一下，可是就会发现太多人了。感受到大家对伊的关心。针对外界问讲，顶一日伊倒脚会引起有着伤的代志，戴资颖嘛讲目前已经有较好啊。有先休息了几天，然后再开始会慢慢恢复训练，然后加上回来的时候也都还是一直有在持续的训练。那今天第一场下场打的时候，觉得状况还可以。过4年，佮参加台北公开赛，这届是头一摆伫台北和平篮球馆举办。戴资颖笑讲，头一场比赛伫4号场地拍，感觉是袂歹，
不过伊8月伫练习的时阵，另外一个场地方是互伊感觉小可碍脚。伊真期待2月16强的比赛会伫倒一个场地来比。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受到气候影响，台南东山这个龙井花是开了真少，地区龙井蜜减差不多是减5成，市场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伫台南北河的一个树林内底，有放45个芳厨，市场的农民嘛当伫拍拼做工课。今年因为东山龙井花开较少，连带影响龙井蜜的产量。有的所在因为龙井的花无够芳通好采蜜，所以高不里种都会换所在。甚至去到外县市，四界找花来收100花蜜，市场的成本才拍会平。因为我们在这个白河山下这边的话，还有一些莲花啦，或者是稻子啊，还有一些百花蜜可以采。总共在170几箱，然后我分4处，那就看到季节的花的时间点，我们去分配放的位置。受到今年车大雨的影响，龙井的花开无济。以台南龙井的产地东山区来讲，这龙井的面积差不多1500公顷，龙井蜜一年差不多生产2000吨。不过因为龙井的花开了少，地区今年产量减5成。不过以介绍来讲，因为蜜不是生活必要的用品，所以市场的农民嘛唔敢甲介绍溜了伤悬。咱的蜂农吼是非常的辛苦啦吼，咱爱安尼上北落南来找蜜，来找迄个蜜源。因一般这种差不多离迄个差不多38至35吧，这是有较悬，不过品质较歹。因为这花较少，伊的品质就会算较无人爱好啦。因为台南市芳的人，芳厨的数量、蜜的产量甲产值拢是全台湾排第1，就算是减产，市府也是会举办龙井蜜的评鉴，呼吁民众伫买蜜的时阵，会当认明干仔顶悬标示国产的产品，甲产销日的标章，避免消费的纠纷，安全佫可靠。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境内请的外籍渔工要到7000人，对台湾的企业有真大帮助。不过，台湾的渔业工作环境伫国际上不出现歹名声，因为着捌有伫咧寒天时啊，这渔工伫外口洗冷水的情形。渔业署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说明这几年来改善渔工生活设施的成果。去伫咧渔港附近的夜景啊，甲基督室提供外籍渔工使用。外籍渔工伫台湾的工作环境歹，人权议题侪摆受到国际关注。渔业署自2020年开始，伫各地渔港规划陆上设施，加强29搭夜景啊，甲14搭基督室休困设施，提升外籍渔工伫台湾的生活品质。那我们预计到明年的时候，大概可以到90%以上。就是有渔工的渔港，我们大概都能设的就会尽量去设。台湾境内聘雇的外籍渔工大概有7000人，渔业署透过这些设施，希望改善台湾伫国际上的人权形象。民间团体对规划表达肯定，但是嘛讲，互外籍渔工会使洗身躯、提供信用设施等等，这只是基本的人权需求。再提升就是说医疗的部分医务室啊，然后再就是咨询室，乃至需要求助的网络。都要出来，更期待的是说，希望场住分离。有些渔工曾经跟我讲过说，他们就像老鼠一样，对，外面环境恶劣的时候，他们就往船舱里面某个角落躲起来。他们还是期待他们能活得像人一样。我工作完结束后，我是离开船。李正新表示，目前只有少部分的雇主有提供外籍渔工陆地上的宿舍，改善外籍渔工生活品质的重点是要改变因大部分的人生活过暝拢伫渔村顶的问题，互因会使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记者郭不鸟随台北报道。这几年武汉肺炎影响到真侪行业，也有一寡经营庇护工场基金会，因的营运收入也减少真侪，连带影响到身心障碍者福利。搁无偌久就是中秋节，一寡经营庇护工场的基金会嘛提前开放贵宾的预订，因为这两冬受疫情影响，辅导特殊囡仔的工场营运嘛减少，就惊连本地应该是大过营收嘛无理想。疫情的关系，其实很多的一个企业今年事实上都没有盈余，那包括很多个人也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单笔的一个小额捐款，或者每个月的固定的捐款，事实上也都大概砍了半。当时基金会希望缩长宣传时间，让外界通参考相关产品，嘛有价目关一帮矮的贵饼帮助弱势。另外，伊甸基金会嘛讲，订单减少对这需要自立的身心障碍者来讲，学习训练的机会嘛受到影响。其实我们整个中秋档期大概占我们的营业额的1/3，但其实我们更大的
影响是在我们的平常的训练。我们一样会朝着做比较长效期的饼干，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不因为疫情而停止了销售，就影响他们的训练。伊甸基金会表示，面对疫情甲关物料起价挑战，伊嘛当咧转型，亲像杀疫情参压、粿饼咧压，虽然减少拍照的加度，但是并无提悬绩效。希望各界给予即寡囡仔机会，协助因通好自力更生。记者伫甲布里后开台北采访报道。台南伫咧2024年要迎接建成400年，台南市政府伫今日也宣布，台南400年活动正式开始，搁找金曲歌王谢明佑来替台南写一条主题歌。你台南我爱你，台湾特别有台语呢，西南在土里观光客呢，台南是左转到北阿里，靠一里来，你去台南我爱你。金曲歌王谢明佑佮大基做伙写这条慢慢变台南的主题歌，甲台南的好耍好食，甚至是台南人的口音拢写入去。其实背景音乐里面还有《安平追想曲》，还有《南都夜曲》，就是有台南的歌，我拢啊藏伫咧内底。若有台南味的主题歌，嘛公布活动的主视觉甲 logo， 这拢是替台南400年活动暖身。现场荷兰办事处代表谭景南也来参加，因为400年前就是荷兰人伫台南的安平古堡起历来正城，嘛是台南甲世界小到插的开始，刷落来2档有济纪念活动。每年是399年啊吼，啊其实嘛剩无偌长的时间。每年的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上少差不多有2场安尼吼。啊另外就是讲，其实台南400年涵盖唔单是历史文化，其实嘛有包括城市的改变、都市的改变，包括交通、包括水利、包括环保等等。其实这3档来市府委托生态伫历咱正城的考古甲研究，就是希望了解规个城堡的秘密。另外，迄时阵住伫即块土地原住民西拉雅族，市府嘛计划要结合考古，协助因做伙找找400年前的历史遗迹。记者邓家文、赖伟做台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上悬来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上悬会当来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上悬来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